哦，怎么破的？是地震破的，还是修屋顶上去做太擦破，还是台风把它刮破了？西南角啊，哦，掀开了的，一大块呢。是啊，通常说屋顶的东北角有设火塘的，屋顶东北角有设一只108J的大黄旗，无形的大黄旗，和仙佛神圣保佑。求道身上插着呢，头上插着一只小黄旗，有护法神保佑。哦，竟然有这么大的裂痕呢！安这再损，这个无报着就无彩。啊对哦，惨，哦，啊，阮大爱阵就无拍开啊，迄阵就无想着要拍开遐。即摆若迄个李干事来，还搁较讲。